迎嚟到微保樂視頻，今集教大家整呢一個松露鮮蝦蛋炒飯。首先呢，呢個鮮蝦、鮮雞蛋、熟米飯、松露油、蔥大蒜、青豆、胡椒粉、鹽、醬油。首先呢，使用冷藏起嚟嘅米飯，先將米飯用叉子鬆開，避免結團。將鮮蝦用少嘅鹽同埋胡椒粉醃製10分鐘。炒蛋喺熱鍋入邊加入少許油，倒入打散嘅雞蛋，快速攪拌至剛剛熟，不要太老，然後盛出備用。喺同一個鍋入邊加入少許油，放入切好嘅大蒜爆香，然後加入醃製好嘅鮮蝦，翻炒至鮮蝦變色並熟透。將煮熟嘅米飯倒入鍋中，使用鍋鏟將米飯炒散，讓其和鍋中嘅其他材料混合充分，加入青豆以及事先準備好嘅炒蛋同埋蔥花，繼續翻炒，最後可以根據個人口味添加適量嘅鹽同埋醬油調味。關火前淋上松露油，輕輕拌均，讓松露嘅香薰氣就充分滲透入去啲飯度，將完成嘅松露蝦蛋炒飯盛出。根據需要可以插上一些蔥花作為裝飾。大家記得點讚同埋關注。